園區就業一直係工聯會陸頌雄最關心嘅議題，因為唔單止影響大家嗰份工，更加係間接影響我哋嘅交通嘅問題。如果大家每日返工能夠園區就業，就唔需要跨區搭2-3個鐘頭車去返工，自然解決埋塞車嘅問題啦。因此，我陸頌雄喺舊年嘅12月向政府提出有關園區就業嘅質詢。好可惜，當其時政府既冇數據，也冇統一嘅定義。如果有機會重返立法會嘅話，會努力推動將北部都會區嘅園區就業率作為佢嘅重點嘅政策指標，透過多元化嘅產業同埋本地僱員就優先嘅經濟發展策略，做到係能夠我哋能夠享受到北部都會區嘅發展紅利，做到園區就業。我係非常關注隨住人口老齡化導致我哋醫療系統壓力大嘅問題，新界西北更加係重災區。我哋輪候急症室，如果係次緊急嘅個案要排6個半鐘頭；輪候專科門診要46個星期。我哋工聯會主張係要做好公私營分流同埋地域性嘅分流。公私營分流，我哋建議撥地興建私家醫院，亦都係鼓勵一啲嘅非營利嘅志願團體，好似工人醫療所呢類咁啦，提供一啲嘅基層嘅醫療服務。喺分流方面要善用大灣區優質嘅醫療服務，令到我哋好多醫療券係可以跨區使用。中長線嚟講，要增加醫護嘅人手培訓，做到優質醫療。我服務屯門元朗超過20年，深耕屯園，同創未來，保就業，拼經濟，為民生。請支持5號工聯會陸頌雄。